大家好啊！今次同大家一齊嚟到曼谷5日4夜 shopping 行商場，帶大家去買有泰國特色嘅零食手信，同大家一齊食百吃不厭嘅泰國餐廳。嚟到曼谷又點會唔去必行嘅週末市集，品嚐好味嘅龍眼冰同燒肉。講到夜市，梗係行曼谷近期最有人氣嘅 Safe One Go Market 啦。呢度有超過200檔嘅食肆，食物超平超抵食。估唔到呢間店有條長達100米嘅人龍排隊買嘢食喎。到底有啲乜嘢食呢？要排成條街咁多人。仲有去埋朱拉隆功大學美食一條街，試食呢間人氣店牛奶仔。曼谷百吃不厭系列同大家一齊分享 ，Let's go！ 首先請大家高抬貴手，按一下點讚同訂閱，訂閱我呢個小小 channel， 等我可以製作多一啲高質嘅影片同大家分享。希望我呢個小小 channel 能夠成長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嚟到曼谷第一時間梗係去酒店 check in 先啦。我哋揀嘅呢間酒店喺 BTS On Nut 站附近，因為唔算近市中心，坐的士就大約半個鐘，車費約500至600匹。酒店名係 Causeway Bangkok Sukhumvit。酒店俾人感覺都幾舒服，附近有大型商場同埋超市 Lotus。攞咗房就同大家做一個簡單嘅 room tour 先啦。房間都算舒適整潔，有露台，有衣櫃，有大型雪櫃同 pantry。雙人房價錢大約400蚊，包早餐。跟住就同大家睇埋酒店有乜嘢設施啦。有健身室，泳池旁邊有酒吧可以 order 飲品。更衣室裏面就有一個溫泉池，我 check 咗入面冇人，就同大家一齊參觀下啦。更衣室入面有冷氣同毛巾，行到最入面就係溫泉池，我 check 咗真係一個人都冇，先敢同大家一齊睇下㗎咋。溫泉池嘅池水都算乾淨，感覺都幾舒服寫意，有得浸下溫泉真係唔錯。行程嘅第2日，我哋先落去酒店嘅餐廳食自助早餐，睇下有啲乜嘢食先啦。有烤薯、番茄、雞肉腸、火腿、炒麵、泰式豬肉豆、炒飯同白飯，配豬肉豆嘅薄脆、鷹嘴豆、豆漿同白粥、菜肉蒸包、牛角酥、紙杯蛋糕、格仔餅、法式麵包同埋多士、炸肉腸、芝士同埋豬肉腸，仲有各款唔同款式嘅沙律。仲有好多款唔同嘅果汁飲品。新鮮水果就有石榴、火龍果、菠蘿、木瓜，另外仲有煎蛋同泰式粉麵。蔬果沙律都係好新鮮，泰式粉麵都好味啊！呢度嘅早餐真係唔錯。室內有冷氣，戶外就有寫意嘅空間。食飽飽，我哋就去行 MBK 商場，由酒店行去 BTS On Nut 站，經過商場大約行8分鐘左右啦。呢個商場入邊就係一間好大型嘅 Lotus 超市，每日都去行超市，真係好爽㗎。
嚟到泰國行超市都係一個好好嘅娛樂。講下 MBK 商場點樣去先啦。坐 BTS 綠色線 CM 暹羅站轉一個站去到 National Stadium 國立體育館站4號出口。MBK Centre 係一個歷史悠久嘅商場，有大型百貨公司，有日本嘅 Donkey Donkey， 入面仲有好多餐廳、服飾、booth 等，應有盡有。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，可以嚟睇下有啲乜嘢心水貨品，買啲返香港做手信啦。我自己就每次都會嚟呢度買泰式零食返香港。呢度價錢都算合理，我覺得份量比較大包，都算幾抵食㗎。同大家一齊行下啦。雖然有好多零食喺香港都有得賣，但係呢度就平過香港好多啦。呢隻百力滋有芒果味、香蕉味，而家仲出咗一隻榴蓮味添啊！芒果乾200匹，即係圍起港紙40幾蚊，唔使50蚊㗎。而家仲有咁多貨品買5送1，我之前都冇㗎，嬲嬲豬啊！睇住咁多先啊！呢個商場地下嗰層有好多平價嘅 T 恤同埋男裝衫褲，吸引咗好多外國遊客嚟呢個商場，大部分都係老外，反而少香港人。啲衫雖然好平，但係摸上手啲質料又唔係太差咁喎。呢件外套290匹，大約67蚊港紙；短褲就390匹，大約90蚊港紙；T 恤就100匹，大約23蚊港紙。襯埋一齊都幾靚㗎。樓上呢一層就有好多唔同特色嘅泰國服裝。有賣鞋嘅鋪頭，有賣藥嘅鋪頭，有泰國特色手工藝品，仲有賣旅行篋嘅店鋪。行完呢個商場，我哋就返去暹羅站 Inta 泰國餐廳食午飯。Inta 係一間地道泰國口味嘅餐廳，有好多本地人光顧㗎，但係啲嘢實在太好食啦，有更加多嘅遊客光顧。如果唔想等位，就避開啲繁忙時間啦。我哋叫咗炸雞皮、鹹魚肉碎炒飯、冬陰功、炒通菜、泰式生蝦，有嘢食啦！泰式生蝦加咗魚露、紅辣椒同埋薄荷葉，蝦新鮮，加咗勁辣嘅紅辣椒，鹹香嘅魚露，香辣得嚟帶鮮甜味。通菜炒得好夠火候，亦都好好味啊！炒飯有雞蛋、菜、鹹魚同肉碎粒，亦都好惹味啊！冬陰功就有蝦、香茅、鮮菇，酸得嚟夠香夠辣，唔錯。加埋呢碟炸雞皮，非常甘香鬆脆，好食到唔停得口啊！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聽日我哋會去扎到扎同埋 Safe One Go 夜市。
期待同大家一齊繼續曼谷之旅，希望大家鍾意，拜拜。如果鍾意我影片，記得點讚、留言、訂閱同分享出去啊！多謝大家，拜拜。